就欢欢喜喜来敬拜耶和华，就用感谢入伊的圣殿，就用阿乐入伊的圣所，就感谢伊，阿乐伊。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圣诗67首，我心阿乐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请咱做伙额头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学到你。伫清早的时，阮透过阮身边的芳花的香味，阮听见鸟只咧唱歌的声音，阮看见阮厝边、阮厝里的人，阮就知影上帝你的创造，阮就知影上帝你伫阮的身边。主，阮感谢学到你，阮学到你的创造的大能，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遮尔伟大，互阮袂当用阮的言辞来学乐，总是你却来顾念阮遮尔细微细，亲像土粉搁较细的人类。你顾念阮的灵魂，你爱阮甲你相结连，你无爱阮离开你。这个比例大小实在是有够大，互阮无法度通理解。这个奥秘是互阮无法度通用阮有限的头脑来推测，总是上帝你透过你家己的话语
你透过你的先知，透过你的门徒，你甚至你亲自来到阮的中间，来向阮讲话，互阮对你所宣讲的话来明白上帝真理的奥妙，互阮也有把握知影，互阮也愿意接受上帝你的拯救的，就要明白这所有一切真理的奥秘。今仔日，阮正教会，阮的纪念，阮用紫色的蜡烛点灯来迎接，也来听候主要说你降生的日子。今仔日是阮第一个开工的主日，伫台顶听候主要所降临的时阵，阮的心要恬静来思考这个事。这是一个真严肃也真要紧的事，互阮知影。主要说是安怎要对创造宇宙的真神的地位来到阮这微细的人间，来向阮来讲话，来替阮的罪来献祭死伫十字架顶。这个奥秘真理。有时阵，互阮无明白，你的疼是遮尔大，互阮袂当来形容。当时阮已经领受上帝的真理，领受上帝的救赎的遮个兄弟姊妹，互阮有即个责成任务，会当将即个好的消息，即个极其宝贵的救恩，来向阮四周围的人来分享。互阮济兄弟姊妹受到上帝你的激励甲催逼，也受到你的拣选，做真水福音的事工。阮少年教会伫一年的中间有3遍的洗礼，就是要来欢迎遮个听见福音也愿意接受福音的人来进入上帝国的洗礼。伫圣诞节的节期，阮有看见有25位的兄弟姊妹用欢欢喜喜、感恩的心，愿意来进入上帝国，接受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献祭救赎的功劳，来成做上帝你的儿女。阮为着因来欢喜快乐，来学乐上帝，因为是圣神你亲自来拣选。你透过阮教会的兄弟姊妹来做成你伟大的救赎的功劳，恳求你坚固遮个做工的兄弟姊妹，互因所做的工得到你坚固，互因愈做愈勇敢、愈老练，互因无软弱，互因无失志，互因无拄着挫折，互因对圣神来得到激励，互因愈做愈有气力，互因会当结愈多的果子来归荣光伫天父上帝。天父上帝，今仔日伫礼拜中，阮也要举行圣餐，恳求圣神帮助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明白圣餐的意义。虽然当早起时，阮踏入圣殿的时，阮每一个人带着无同款的生命的经历来就近你，都是恳求主，你互阮有恬静的心，伫这个时阵愿意恬静阮的灵，专一注神来听，注神来看耶稣。伫圣餐的中间，也互阮会当体会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互阮会当体会主耶稣基督你用你的宝血来赎阮的罪，也扛阮所有一切的过失。阮伫阮的生命历程中，有侪的过失，阮有真侪的罪，犯伫你的面前，也犯伫人的面前，也检采是真暗情的过失，也检采是伫阮家己无了解是罪的迄个过失。总是主，阮知影，伫你完全的标准的下面，阮离开你的道路远远，阮无法度通到伫你所甲阮查迄个标的迄个标准。
阮只会当伫圣餐的时，搁一摆来认罪，伫你的面前来承认阮做无够额的所在。愿主，你用你的慈悲怜悯来坚固阮的心，互阮失志的灵重新得到激励，互阮已经失去气力的脚会当重新来得到气力。阮就要亲像鹰鸟体息飞悬，互阮行也无也，走也袂先。互阮跑走福音的道路，会当为主来做工。主啊，愿阮所做的担保，成做上帝你要互伊来结实多多，要结30倍、60倍、100倍。互阮会当伫台湾这个岛屿，就是上帝你所想所互阮祖先一直到阮这时阵徛起的所在。互阮的同胞有超过90%的同胞也毋捌你，阮有这个责任。将阮所得到的这个救赎的宝贝礼物，来甲阮的同胞来分享。互你的教会设立伫少年教会，诚侪伫福音的基地，互阮会当对少年教会来出发，来做福音的工作，为着主来征战。互阮当将即款宝贝的礼物来传达，互阮的四周围阮的同胞。果然，互台湾诚侪上帝你祝福满满，你所看做是水，你看做是好的一个国度。主啊，求你的神，这个时阵临在伫阮的中间，安慰阮、鼓励阮、激励阮，互阮忏悔心得到你的安慰，甲你的接纳、你的鼓励，互阮欢喜快乐的心得到你的感纳。阮祈祷无完全，要用主耶稣基督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的时阵，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第35篇，就是以赛亚55章。咱做伙来启应，我来启，请咱会众来应。今仔恁喙焦的，就来就近水。来啊，毋免银，毋免价钱。恁小声事开会钱，买迄个袂食得的米。恁着留心听我，就会食迄个好米。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归向耶和华，伊要怜悯伊。耶和华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也无搁倒转。互野种的有种子，
我的嘴所讲出的话，也要安尼决断无空空倒转来我遮。是要借我恁出去要欢欢喜喜。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天白发声来替草饲。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阿门。咱这时阵要过来吟圣诗241首 A 调。我做激动无得提示，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咱徛者，咱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正乐队要带咱来用诗歌学了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是世间众人拢着添正。因主吟最后一节，请咱会众做伙加入。愿阳光归于天顶的上帝，请咱做伙来看圣经，记载伫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卷12章第1节到15节。伫现代中文译本旧约的部分，第371页，请咱做伙来看。上主找先知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大卫遐，对伊讲：某城有2个人，一个好业，一个善香。迄个有钱人有济牛羊，迄个善香人只有一只细只羊仔，是伊买来饲的。
伊照顾细只羊仔，互伊甲家己的儿女做伙长大。伊将家己食啉的也一寡互细只羊仔，互细只羊仔困伫伊的怀抱，亲像对待家己的查某囝一般。有一日，迄个有钱人的厝有人客，伊毋甘对家己的前生中间杀一只来款待人客，却甲善良人厝里迄只细只羊仔摕来款待人客。大笔听见就对迄个有钱人非常生气，伊讲：我对永活上主咒詛，做即个代志的人该死。伊做出遮尔残忍的事，必须赔偿伊所夺去的四倍。拿单对大笔讲：你就是迄个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我立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扫罗的国甲伊的嫔妃拢互你，互你做王统治以色列甲犹大。若是安尼还阁无够，我会阁加倍赐互你。你为什么违背我的命令？为什么做遮个通厌恶的事？你互乌利亚死伫战场，你遮阿门人会倒杀死伊，然后夺去伊的某。你安尼违背我，像乌利亚的某，你的厝要永远逃袂出刀剑。我你咒詛，我要互你家己厝里的人起来作乱攻击你。你要看见我将你的嫔妃互挽进你的查甫人。这个人要伫日光的下面甲因困。你伫暗中犯罪，我却要伫日光下面，互这个事显露出来，互全以色列看见。对安尼，大笔对拿单讲：我得罪了上主。拿单回答：上主饶赦你，你无抵到死，总是因为你做这个事藐视上主，你的囝会死。讲煞，拿单就转去伊的厝。上主互大笔甲拔示巴所生的囝破重病。以上是上帝的话。今仔日蔡正道牧师要宣讲的信息，伊的题目是勇敢承认错误。请用安静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咱要做伙来想勇敢的这个系列的第4讲，就是勇敢承认错误。咱对于大笔少年的时，学习伊安怎勇敢拄去面对对敌，安怎勇敢去选择做正确的决定，安怎勇敢去突破困境。今仔日咱要来看大笔安怎勇敢承认错误。咱伫咱一生中间总是有犯错的时，总是有软弱失败的时。要安怎勇敢去面对家己的错误，对错误中间来学习，互咱的生命更较成长、更较成熟。这是咱今仔日要面对的问题，甲咱要分享的主题。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你赐了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帮站。透过你的话，阮会当来更新调整、改变阮的生命。阮恳求主，这个时刻，互阮有顺服的心，有较无的心，较无你的话来到阮的生命中间来调整、来更新、来改变阮的生命。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顶礼拜有提起到大笔，因为惊扫罗的追杀，所以伊投靠外族有16个月。后来，咱顶礼拜有讲到，伊伫一边的困境中间，伊佫倒来甲上帝身边，倚靠上帝。接下来，咱就看见圣经中间，伊经过真侪的征战，
后来扫罗也伫战争顶面死亡。后来大卫就取代扫罗做王。当大卫取代扫罗做王了后，伊才真正去面对伊人生上界大的危机，犯了伊人生上界大的错误。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的背景，就是伫下面即款的情形所产生的。当大卫做王了后，伊开始过一种比较较安稳的日子。有时阵伊的军队伫外面咧征战，伊家己却踮伫王宫内底咧享受。这其实是违背以色列人因的传统。以色列人的传统就是王爱带伊的军队去征战，但是伊互伊的军队伫外面征战，家己歇伫即个王宫内底，甚至过一种真无好真荒废的生活。有一天，伊困到日头要落山，黄昏的时阵才起床，看到即个乌利亚的某拔示巴的美貌，所以就引起伊贪恋的心，所以伊就犯了奸淫的罪。后来为着暗藏家己的错误，所以伊佫用假币，互即个乌利亚倒来厝，要暗藏伊家己的错误。结果乌利亚是一个忠实的忠臣嘛，伊虽然倒来见王，但是伊无要倒去伊的厝过暝。所以大卫为着暗藏家己的错误，竟然害死乌利亚。这是一个人生真大的失败。咱看见到，伊伫人生伫少年的时阵，伊倚靠上帝；咧征战的时阵，伊倚靠上帝；甚至伫人生上界困难的时阵，伊嘛倚靠上帝。但是伊失败伫即个人生上界成功的时刻。咱来值得咱警醒。有时阵人伫患难中间，虽然有真侪困难，有真侪挑战，但是伫患难中间的人比较较警醒。知影爱倚靠上帝，才能突破这个困难。但是有时人伫顺境，反倒转，亲像大卫相反，得意忘形比较得罪上帝。但是伊犯错了，咱今仔就要对伊的所行来学习，安怎面对这个人生中间的这个失败。咱看见到，当大卫做出这款的代志了，上帝非常生气。所以，伊就差遣先知拿单去考劝大卫。拿单实在是一个真有勇气、佮充满智慧的人。咱知影，古早人讲有一句话，华语叫做“伴君如伴虎”啦。如果伫王的面前，你若讲话若无细腻讲唔对话，有可能连家己的命拢无去。但是拿单确实有勇气，佮有智慧。所以拄则咱所读的经文，就是伊去大卫。要考劝大卫，甚至讲要指责大卫进前，伊讲一个故事，互大卫家己去反省伊家己。伊讲有一个城内底有两个人，一个是真好野、真富有的人，一个是真丧凶的人。这好野人伊有真侪牛、真侪羊，这个丧凶人只用一点仔钱去，无钱去，但是去用一点仔钱去买一只细只羊真细腻咧照顾即个细只羊那亲像家己的查某囝共款。伊食啥物货，伊就互即个只羊食啥物货；伊啉啥物货，就互只羊啉啥物货。甚至暗时的时阵伊佫将即个羊揽伫伊怀抱中间，甲即个羊做伙困，对待伊，甲亲像对待家己的查某囝同款。结果有一天即个有钱的人有人起来找伊，伊毋甘将家己的即个牛羊内底找一只来招待人客，竟然去掠即个送凶人即只掠来来招待人客这故事我未讲了，大家听到这都听袂落呀，真生气伊讲我对永远的上帝咒詛，做即件代志的人该死叫拿单来讲迄个人就是你所以大卫对安尼家己去反省我错。所以大卫拿单到尾指责大卫了，大卫只有一句话讲：我得罪耶和华上帝，我得罪耶和华上帝。伫这个故事中间咱来学习安怎伫错误中间承认家己的软弱，而且得到帮助。
牧师要分做4个部分，甲大家分享。咱一步一步来调整咱生命中间失败的时阵。首先第一项，就是当咱犯错了后，咱来勇敢去接受别人的苦劝甲属灵的帮助。爱勇敢去接受别人的劝勉甲属灵的帮助。伫即个经文中间上帝派拿单做代表属灵的调整的师傅。拿单嘛真好去扮演伊的角色，代表也真成功接受辅导。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例，互咱去学习。咱要对拿单学习一项，对代表学习另外一项。首先，咱对拿单来学习。拿单做一个劝勉者，伊就先去接纳伊所犯的罪，然后知影伊是一个罪人，去挽回伊啦，接纳伊是一个罪人啦，然后设法去挽回伊。咱伫拿单身上，咱看见着安怎去面对犯错的人。拿单用智慧的方法，互代笔家己去反省。伊明白代笔是敬畏上帝的人，伊也用疼心苦劝伊，要挽回代笔。伫咱身躯边，教会兄弟姊妹，也是讲咱的亲人。如果若有失错、有犯错的时阵，咱做伊的朋友，也是做伊的亲人的，咱都爱用怜悯的心接纳这个捌犯过错的人。因为伊是罪人，咱嘛有可能软弱的时刻，咱来接纳伊，然后设法帮助伊离开这个罪过。所以圣经同咱讲兄弟啊，假使有人恶人被过犯所赢，恁属灵的人都爱用温柔的心将伊挽回过来。意思就是讲，咱爱真有耐心，用温柔的手段，毋通用过头的指责抵靠伊离开，反倒爱来挽回回来。特别是咱咧面对咱的时势，有时会犯错的时阵咱伫细汉的时阵都要注意因为咱知影，咱台湾有一句俗语叫“细汉头挽步，大汉就头牵牛”。你若无及时来纠正有时阵伊就陷入迄个错误中间，心就麻痹所以咱要注意譬如讲我的后生成长的过程中间，我嘛看到伊犯真侪错误啦。伊甲我相共，咱拢会犯错嘛，伊嘛会犯错有一遍伊国小1年的时阵有一天伊真欢喜回来的时阵摕伊的簿仔联络簿互牧师娘看，讲你看今仔老师甲我欠5个奖章啦今仔做一件好代志欠5个奖章伊老母就来问讲你是做啥物好代志老师较来奖励伊讲我拾金不昧我捡了20箍交给老师，老师就来我欠5个印章牧师娘感觉讲这怪怪这可能有问题因为下早当互伊20箍尔，伊今仔就捡了20箍原来就是伊去看别人因为捡了钱交老师叫老师奖励，伊想讲我嘛要得到这奖励，所以摕家己的钱去交啦牧师娘来问讲你敢毋知这啥物放去的？伊讲伊知迄你家己当然知就爱追问了，发觉讲这真正安尼袂使所以就叫伊爱去老师会室咧然后去叫去迄个阮咧祈祷室内底罚跪半点钟忏悔因为咱这伫小错的时候，咱就爱来纠正、来挽回无有一天渐渐伊对这个罪恶，也是讲白贼麻痹了咱就真困难处理所以对做一个苦劝者咱就爱去接纳伊是一个罪人毋是接纳伊的罪接纳伊是一个罪人，然后对安尼用温柔的手段来挽回回来这是拿单做的一个真好的例。第二项咱来看代笔做一个犯错的人，伊找求帮助犯错的人也爱会当找求别人的帮助当代笔知影家己毋对了，伊无见笑转生气，反倒是顺服拿单的苦劝。这个人犯错了伊心内有惊吓嘛
伊会想要暗砍嘛。咱看大兵嘛是安尼，伊犯错了，犯奸淫罪了，把是吧有心了，伊就想要用其他的方式来隐瞒，因为伊心中会惊吓。所以即款的人需要有人陪伴，需要有人关怀。犯错的人应该爱追求属灵的帮助甲调整。所以有时咱家己犯错，可能得罪上帝，伤害到别人，咱家己毋知影安怎处理，咱就追求教会的牧长的帮助。这是真重要。所以咱拢有可能真做犯错的人。上帝为什么要互咱有教会？就是伫教会中间有当时的兄弟姊妹会当帮助咱、扶持咱，这是咱爱去学习的。所以咱对第一项，咱学习2点，就是如果咱看见有人犯错，咱用智慧、用温柔的手段来挽回；如果咱家己犯错了，咱来追求属灵的帮助，互咱能恢复甲人、甲上帝和谐的关系。这是第一步。第二项，咱来学习的。就是当咱犯错了，咱来承认错误，而且接受上帝的赦免。咱看见到，伫先知的指责下面，大卫马上承认家己的错误。伊无去找借口，一般人拢会找借口，也是讲继续隐瞒。伊无讲，伊只讲一句话：我得罪上帝，我得罪耶和华上帝。为什么大卫会安尼做？因为伊甲上帝有真亲密的关系，伊真捌上帝。伫大卫心内的上帝是公义审判的上帝，伊真清楚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伊绝对无掠有罪做无罪啦。而且对人会当隐瞒，可能人拢毋知影这代志，但是对上帝无法度隐瞒，人无法度逃脱上帝的审判。人无法度逃脱上帝的掌握，所以这是大卫对上帝第一个认识，伊是公义审判的上帝。伊若无要认罪，伊嘛无法度逃脱伊的罪啊。但是当时大卫也明白，上帝是一个慈爱赦免的上帝。大卫伊相信上帝是一个愿意赦免人的上帝，伊真清楚，如果伊若愿意认罪，上帝会赦免伊。咱看见着新约圣经嘛是安尼讲，如果咱若认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的确赦免咱的罪，洗清去咱一切不义。所以大卫因为这2个理由，伊对上帝认识，所以伊选择认错，而且接受上帝的赦免。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有真侪人做毋到代志，也是讲咱生命中间经历一个跋倒。咱感觉真无民主，所以咱就离开上帝，毋敢靠近上帝，毋敢来教会，也是讲毋敢去甲基督徒交陪。为什么？伊可能伊对上帝认识无清啦。伊若做讲，伊来到教会，上帝会来处罚，会来责备。也是讲伊会感觉真见笑，所以我就莫去面对。但是大卫无同款，伊知影上帝是伊唯一会当追求赦免的对象。所以，伊选择对上帝认罪，彻底面对家己的软弱甲败坏。所以，伊做一个真勇敢的选择。伊虽然得罪上帝，伊也是选择亲近上帝，将家己交伫上帝的手中。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一生中间，咱真有可能会遭受到软弱、失败、跋倒。但是，咱来理解，失败本身毋是上界关键的。是咱面对失败的态度，才是上界关键。承认错误，咱看出家己需要负责的所在，承担咱家己的责任，而且接受上帝的赦免。因为只有投身伫上帝稳定的怀抱中间，咱才会当得到真正的透放，咱才会当得到福源的馈赠。这是勇敢承认失败的第2步，咱来学习的，接受上帝的赦免。但是咱嘛理解，当咱接受赦免了，毋是代表讲安尼代志就呼呼的准无算，毋是讲结束，咱阁需要悔改。咱看见着圣经中间，拿单对大卫讲
耶和华上帝会料谢你，你无抵到死，但是因为你做这件代志藐视上帝，所以你的囝会死。咱接受咱看见就代表吼，开始进入一个后悔的中间吼。伊期待讲即款的代志毋通发生啦，所以啦，伊就禁止吼。伊嘛讲，我透过禁止祈祷，检查上帝怜悯我靠我对上帝哀求，可能上帝会赐了稳定互伊，无抵到互即个囡仔丧失性命。所以伫失去即个囡仔进前吼，咱看见着圣经中间讲，代表祈求上帝互即个囡仔会当复原。伊禁止每一工入去家己的房间吼，规暝拢倒伫涂骹。伊的即个边仔的萝卜要烤放伊起来，伊嘛毋肯，连一点仔饭嘛无要甲因做伙食。结果安怎？即个囡仔嘛是死。这时阵可能有人会认为讲，为什么代表犯罪，却是即个囡仔咧受处罚？这牧师思考真久吼，我确实无法度解说啦吼。这是将来有一天我若去见上帝，我会问伊吼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代表犯罪啊？这囡仔受苦吼？但是我伫思考的过程中，我有一个感想，我感觉这个时刻去处罚我做一个老爸，我真清楚，处罚囡仔比处罚老爸吼更较痛苦。这囡仔死了就去上帝遐嘛，但是这痛苦是留伫代表的身上，而且咱看见着代表的后半段的人生吼，充满了真侪困苦，伊承担家己犯错所得到的责任但是咱看见着代表，伊毋是永远留踮伫即个反悔中间咯。咱看见着，伊安那，咱这圣经咱继续来看吼。当这囡仔死了后，伊边仔的大臣吼，拢毋敢将这个消息来讲，因为心肝想讲，这囡仔要活的时阵吼，伊就安尼无食无困，一直咧祈祷吼，遐尼伤心。若万一互伊知影这囡仔死吼，安尼伊可能会做出伤害家己的代志。但是代表嘛，毋是戆人，伊知影，伊看伊要观察这个伊边仔大臣的面色嘛，伊也知影这情形吼，伊知影讲这囡仔已经死啊。所以当伊确定这囡仔死了，咱发现讲吼，伊无共款，伊对这涂骹起来，洗身躯、洗头、换衫，然后去上帝面前敬拜。然后伊回到皇宫的时阵，就吩咐因准备食物，伊就开始食物。咱看见着，代表头起，伊知影伊犯错了，陷入一种后悔中间。但是伊知影，如果若永远后悔，一点仔路用嘛无。所以，伊恢复过去敬拜上帝的生活。有的人犯了错误，结果一世人拢活踮伫后悔中间，或者忧伤去困扰伊的生命，无办法重新过一种新的生活。这种后悔一点仔路用嘛无。咱讲悔改吼，就是后悔了，你爱改变，爱后悔也爱愿意改变，毋通持续犯一款的错误。检测咱有时会软弱，会失败。但是咱如果若愿意调整，一直调整家己，一直调整家己，一直到咱得胜为止。所以后悔了，咱来改变。正如圣经中间有一个人真无彩，就是出卖耶稣的这个犹大。犹大因为伊后悔缘故，伊就结束家己的性命，结果伊成做千古的罪人啦，伊一点仔弥补的机会嘛无。但是咱来看另外一个人，这人叫做保罗。保罗嘛做过真可怕的代志，伊迫害上帝的教会，伊困迫耶稣基督的门徒，甚至害死真侪人，将人掠去监狱内底关，迫害上帝的教会，伊公然违背上帝的心意。所以，如果若讲吼，有一个人吼，伊要后悔吼，保罗是比咱更加需要后悔，更加需要担忧。但是后来上帝光照伊，伊知影伊家己做毋对，咱看见伊无对咱开始，伊无讲一世人拢忧闷啦，伊无停止一直后悔，一直后悔，伊无互忧伤持续攻击伊的性命，反倒当是悔改。
积极做传福音的工作，互伊过去的错误能得到弥补。伊无永远停留伫忧伤中间，来袂记即爱向前行。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勇敢承认家己做错了，后悔而且改变，这是第三步。最后，咱来明白，毋通因为一时的错误，袂记即上帝要赏赐互咱丰盛的生命。毋通互一时的错误、失败影响咱的一生。上帝无爱咱安尼，所以咱爱开始学习安怎袂记即后壁面呢？勇敢向前行，来追求生命的意象甲上帝的心意，毋通互失败捆绑掉的。咱看见着大卫勇敢面对伊的生命的失败甲跋倒，伊承认家己的错误，伊向上帝认罪，然后伊后悔，伊改变，继续奔走伊的人生，完成上帝所交代伊的责任。所以，伊虽然伊晚年的生活遭受着真侪困难，但是伊一世人拢无过离开上帝。咱看见着，犯遮尔大的错误的大卫，圣经是安怎来论断伊的？咱看见着使徒13章，使徒行传13章22节讲：我找着亚西的囝大卫，伊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咱看见着，捌有经历过遮尔大失败的一个人，上帝讲伊是合我心意的人，因为伊伫即个过程中间，伊勇敢承认家己犯错，倒来上帝身边，用伊的人生的后半段去负担伊错误的责任，然后伊承担起伊上帝交代伊的使命，互伊经历人生的过程中间，用伊的生命来荣耀上帝。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难免会拄到挫折、失败，问题是咱安怎去回应？失败未决定一切，但是面对失败的态度会决定你我的未来。大卫勇敢去面对伊的人生，我相信咱拢会使。这时阵牧师要替大家来祈祷，咱将目睭开起来。咱今仔日领受上帝的话语了后，咱真清楚，伫咱人生的失败中间有主帮助咱。咱毋通搁伫后悔中间丧失家己生命的意志，反倒转，咱来袂记即后壁面的，勇敢向前来承担咱人生的责任。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甲阮三甲伫地，赏赐阮勇敢的心。阮伫充满错误的人生中间，也会当掠掉主你所赏赐阮的稳定甲愿望。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主啊，阮等下要强守圣餐，甲你同坐道。我也透过这个圣餐，搁一遍要甲你结连。透过这个圣餐，搁一遍要透过耶稣基督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的功劳，洗清去阮的罪过。主啊，阮愿意将阮本身交托予你，求你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这时阵，咱用诗歌来备办心，来守主的圣餐。咱来吟圣诗217首，圣诗217首，受悲喜悯救主耶稣，请咱起立来吟。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就是坚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坐道，来共守主的圣餐。请大家来听主耶稣对于记那归向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恁记那着无法担当大，就来求问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伊安尼讲，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恁三甲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祝谢来爬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伊。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安尼来孝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虽然达成教义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圣囝。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司，主啊，阮谦卑恳求，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咧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每一人接受者的，对阮的信心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帮助阮的性命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当咱摕到这个饼，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的牺牲，咱得到拯救。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是主耶稣基督所留的宝血所设立的。咱摕着这个杯，咱的心中感谢主，因为伊替咱牺牲流出宝血，咱的罪才会当得到洗清去。
这个杯是新约，伫主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同心来感谢。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甲你同齐道。透过圣餐培养阮的灵命，透过圣餐，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互阮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恳求你欢喜接纳阮，要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持续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阵，咱要来备办奉献。伫奉献以前，要代表少年教会欢迎第一摆来到阮中间，甲阮做伙礼拜的兄弟姊妹。你若是头一摆来，伫外口还未填留名卡，请麻烦你伫座位头前有留名卡，麻烦你来填好势。确定交互收奉献的执事，互阮有机会通好甲你熟悉。这个时阵，请咱来奉献。咱来做奉献的感谢。特别上帝，阮感谢你，你互阮会当对你领受逐样的福分，互阮今仔日无受阻挡，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
伫阮的一生的中间，你许了侪侪恩典，互阮笑脸，互阮感恩。但阮要用感恩的心，将你所赏赐互阮的金钱、阮的时间、阮的才调，奉献伫你的面前，愿你感纳，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听者，这时阵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咱周报的第4页。本主日是大港节第一主日，咱有点到第一支知识的蜡烛，代表希望、望。咱听候主要所基督的降生，带互咱无限的光明甲望，互咱伫这个大港的节期，透过读圣经、祈祷。日日甲主同行，互咱会当好好来思考主要所基督降生的意义，会用咱的生命来为主做见证，发光做盐，传主的福音。咱今年度的圣诞节的活动，咱有定伫周报的第15页，嘛有伫咱的家页，咱的周报内底即张彩色，这就是甲咱15页内底所定的拢共款。咱即张会当来送互咱的朋友，就是新朋友还是无道友吼，请咱毋免留咧家己做保存，毋免吼，咱送互咱的朋友来招因来参加教会庆祝圣诞的种种的活动。集体关怀，毋甘的消息，咱本会会友高州彩环，即卖就是高水良长老老母伫11月18安息主怀，伫本主日下午2点伫教会7楼礼拜堂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来到参加，愿上帝安慰遗作。本会会友李荣和兄弟伊的老母楚朴波姊妹伫11月23安息主怀，伫12月7。就是过来拜五下晡1点，伫第2殡仪馆至善二厅举行入殓礼拜。定12月8，就是过来拜六的早起是9点，伫本堂10楼礼拜堂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来到参加，也愿上帝安慰遗作。第三，咱的周报未附顶伫遮报告就是王国良长老伊的妈妈。黄金莲姊妹伫11月30安息伫嘉义吼，定伫12月8就是过来拜六早起9点，要伫嘉义的殡仪馆举行入殓过来就是举行个别礼拜。第三，咱迄个圣诞福音的地会嘛是伫12月8。12月8做者代志吼，做者，所以请咱会当分配咱的时间。12月8拜六下晡1点半到3点半，3点45伫10楼礼拜堂咱要举行一个福音的地会，请咱邀请咱的朋友，就是还未信主的朋友还是拄好咧慕道的朋友来参加。咱千万毋好家己来就好吼，因为这个毋是要互咱家己来遮来享受吼，咱望透过生命的见证，会当引带搁较侪人来信主，所以这是咱过圣诞节上界有意义的一个见证的福音的地会，所以请咱一定要邀请咱的慕道友新朋友来参加若要报名吼，咱爱温会还是营运干事来报名。即摆生命见证是要邀请何方姐妹来做
分享吼。过来就是第5页，则有青少年牧区的事工，请咱来关心。咱先开第6页，则嘛有英语牧区的消息。咱需要关心青少年牧区以及英语牧区因所做的工，互咱当做一个合一的教会，毋是3个教会，毋是4个教会，毋是5个教会，咱是一个教会伫即个相连。所以英语牧区、青少年牧区因所做的事工，咱来当参与，咱就踊跃来参与。咱若袂当参与，咱来关心，替因来代祷。咱看第7页，遮圣乐委员会有特别邀请美国管风琴家罗素·威斯曼的博士来指导，伫12月初5暗时7点，伫16礼拜堂。补充报告是，咱教会的兄弟组成的 OGS 的数值班，有伫12月初9后礼拜日，后礼拜主日的下晡2点半，要伫7号礼拜堂有举行因第10届，已经10岁啊吼，第10届的发表会，所以请咱兄弟会当来甲因鼓励参加。团契消息，请咱来家己看。咱先开第8页。第8页这个所在代祷的事项，其中一个真要紧，就是为着12月30要接受洗礼，才会兄弟姊妹来祈祷，来替因代祷吼。有拢总有要洗礼、成人洗礼的姊妹有20位，有16位啦吼。兄弟有有14位，兄弟有6位吼。献信礼拢总有有2位姊妹、3位兄弟吼。所以这回是25位要来接受洗礼甲献信礼吼，有2位是信仰个别。请咱来为因来祈祷，因为要受洗礼拢会拄着一条件吼，咱知影吼，咱家己有经历过，咱知影，所以请咱大家用祈祷来甲因坚固吼，坚固因，求主因带因保守因，一切真顺利。兄弟姊妹有欠安吼，伫即个所在顶一只有30几位吼，请咱会当一一为因来祈祷，来求上帝来医治，坚固因、安慰因，祝福因。以上报告来请牧师来欢迎来宾。这个时刻我就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吼，才有几位，第一位是老旭峰先生刘旭峰先生伫后壁面欢迎，欢迎。第二位是吕丹秀月姊妹，吕晨秀月，伫遮遮中遮，欢迎欢迎。第3位是蓝碧如女士，卢叔蓝碧如，来这里倒位其他有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伫咱的中间。伫遮特别咱有一个诚欢喜的事就是咱中间的这基尧兄就伫遐基尧兄咱拍波来鼓励者伊前日有得到咱这台日的交流协会颁发，因为伊对这台日的交流有足大的贡献所以有颁发一个旭日中寿章互伊啦伊今日应该无早来啦你刚较早咱看嘛迄个紧张咱真感谢伊做遮尔大的贡献咱。每一人拢会当透过咱手所做的工来荣光上帝所以牧师的补充报告到这，多谢。咱来吟小杨的诗，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咱起立来吟。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道谢恩恭受差遣。